日本人日日食白飯，點解好多人嘅血糖反而冇我哋想象中咁亂？你以為答案係佢哋食嘅米特別神奇？唔係，最關鍵嘅往往唔係碗入面嗰啲飯，而係你點樣食，食幾多，食之前個肚有乜嘢，食完之後個人攤喺邊度。千祈唔好小看呢件事。好多人一聽到血糖兩個字，第一時間就判白飯死刑，好似見到仇人咁，飯唔敢食，粥唔敢飲，連一口雲吞麵都覺得有罪。結果呢，日頭冇精神，行兩步就腳軟，夜晚餓到瞓唔着，望住屋企人食飯就心煩，人一煩講說話就尖，講說話尖，兩公婆又拗撬，仔女勸你食少啲，你又覺得佢嫌你麻煩，最後忍咗幾日，半夜偷偷開餅乾桶，食麵包，食甜嘢，食完又內疚，第二朝再發誓戒得更狠。由一碗飯開始，搞到個人冇力氣，屋企冇好氣，腦袋冇主意，仲可能花好多冤枉錢買一堆你都叫唔出名嘅粉茶丸代餐。最可怕嘅不是食咗一碗白飯，而係你俾孔迷牽住個鼻走，最後連正常食飯嘅本事都忘記咗。如果你係第一次睇到我嘅頻道順風順水，我同你講，你今日碰到呢條片唔係偶然，係緣分。YouTube 嘅算法將呢條片推俾你，係因為你嘅磁場啱啱需要聽到呢番說話。你而家唔訂閱呢條片，好快就會沉落去，下次你想揾都揾唔返。但你一撳咗訂閱，算法就會記住你。以後每一條關於家運、因果、命理嘅片都會第一時間推俾你。呢個唔係我求你，係你幫自己開一道門。撳一下訂閱，再撳埋個鈴鐺，當係幫自己嘅後半生買一份保險，唔使錢嗰種。今日我就同你拆開3種最常見亦都最害人嘅食飯誤會。你屋企可能有一個人日日中其中一樣，又或者講緊嘅正係你自己。第一，將白飯當毒藥死戒；第二，明明食得唔多，但一餐嘅次序速度同配菜亂晒；第三，食完飯即刻坐低，任由血糖喺身體入面開巡遊。聽完你會明白一件有少少反轉嘅事，有時令血糖唔安分嘅，未必係你碗入面嗰半碗飯，而係你食飯之前屙得太狠，食飯嗰陣扒得太急，食完又坐得太死。講日本之前先講陳太。陳太67歲，住喺舊樓，朝早落街買餸，最中意同魚檔阿姐講兩句。以前佢食飯唔算誇張，一餐一碗，遇到燜牛腩或者鹹魚蒸肉餅，仲會添少半碗。後來驗到血糖高咗少少，聽親戚講，白飯係糖，食一啖就等於食一啖砂糖。陳太嚇到面青青。佢最怕咩？唔係怕自己唔舒服，係怕將來眼盲腳唔行得，要個女請假服侍佢。老人家最硬淨嘅地方，往往就係最怕拖累人。於是佢一夜之間戒飯，早餐2塊餅乾加咖啡，午餐淨係食幾條菜，一隻爛蛋。夜晚更加勇猛，話自己飲碗湯就夠。頭2日佢覺得好威水，逢人就講自己有毅力。到第5日開始頭重重，第7日買餸時見到燒味，當啲叉燒，眼神都唔同晒。第10日個女放工返屋企，見到阿媽坐喺梳化，一邊食蛋卷，一邊食花生，一邊喊。你知道這種人在命理上叫乜嘢嗎？叫做用一把太大嘅刀斬自己條尾。本來只係要調整飯量，佢就索性連生活嗰點滋味一齊戒埋，結果飯未必食少咗幾多，
零食、甜飲、加工食品反而偷偷食多咗。最麻煩嘅是呢啲嘢食落肚快，飽肚感又唔長，下一輪餓得更快。有啲人會話，咁即係可以放心大口食飯，唔好咁快開心。人生最掃興嘅唔係有人叫你戒，人生最危險嘅係有人將一句半句聽成聖旨。白飯唔係毒藥，但白飯亦都唔係免死金牌。飯係主食，係能量。食得太多，食得太快，食得太孤零零，身體就要急急忙忙處理。你叫一個平時只係慢慢行路嘅老人家，突然叫佢百米衝刺，佢都會喘氣。身體處理一大股嚟得急嘅糖分，道理都差唔多。所謂血糖波動，唔使講到好似天書。你可以當個肚係一個細碼頭，空肚時一大碗熱辣辣白飯，幾啖就吞落去，好似10幾艘貨船同一時間衝埋碼頭，工人點搬得切？身體自然要急住安排。相反，先有菜有肉有豆腐，再慢慢食飯，就似貨船分批靠岸。碼頭冇咁逼工人，冇咁狼嘈，唔係話完全冇反應，而係成件事從容好多。日本人日常食白飯，呢個事實冇人否認。一碗飯，一條燒魚，一碟煎物，一碗味噌湯，或者一份豆腐青菜，已經係好普通嘅家常定食。當然，日本都有肥胖、糖尿病。唔好將一個國家講成仙境。東京人都唔係個個行路帶光，但人哋有幾樣平民習慣值得我哋望一望。第一，份量通常有個邊界，飯係一小碗，不係茶餐廳嗰種堆到好似小山嘅大碟飯。第二，飯唔係孤兒，旁邊總有人陪，菜魚蛋豆製品湯檸，一餐有層次。第三，食得冇咁趕。日本人唔係個個斯文，但家常一餐通常唔會一邊追劇一邊用3分鐘掃光。第四，日常活動多，去車站買菜、搭車行街，腳板有做嘢，唔係食完飯就由餐椅搬去梳化，再由梳化搬去床。你聽到呢句，連酒都喝不下。好多人以為自己係食飯令血糖高，其實佢真正嘅習慣係空肚快食大份，重汁食完唔喐。白飯只係最容易俾人捉出嚟鬧嗰個，就好似一班人打麻雀輸晒錢，最後淨係怪張台唔吉利，唔肯承認，自己又貪，心又唔肯收手。再講河伯71歲以前做運輸，個人爽直，食飯快到不得了。佢話自己年輕時開車趕時間，5分鐘食完一個飯盒係基本功。退休之後，身體仲保留住呢套急法。午餐一碟乾炒牛河，夜晚一大碗白飯淋豉油雞汁菜，夾2條當交差。食完即刻坐喺電視前睇財經台，睇到眼瞓就瞓。河伯第一次聽人講先菜後飯，仲笑人食個飯啫，搞到好似排隊過關。後來佢個仔唔同佢爭別，只係同佢講：阿爸，你唔使戒飯，試2個禮拜將碗換細，第一口食菜，食完陪我落樓行10分鐘。河伯話：10分鐘有咩用？個仔答得好，你平時用10分鐘鬧新聞都得，行10分鐘就唔得。呢句夠實在，河伯肯試。佢冇食什麼特別米，冇買乜嘢昂貴食材，仍然食白飯，只係由滿一大碗變做細碗7、8分滿。台上先放一碟灼菜，淋少少豉油或者蒜蓉，唔好浸到油光發亮，再有1掌心大小嘅魚雞瘦肉或者豆腐，飯放最後。食到唔再餓就停一停，唔好見碗底仲有2啖。
就當自己同世界有仇。幾個月後，河伯未變成神仙，亦冇忽然回到40歲，但佢話最明顯係下午冇咁散，冇咁容易餓到發火，夜晚瞓得踏實啲，覆診時同醫護傾飲食，數字亦較之前平穩。呢個先係正常人應該追求嘅進步，唔係一夜之間創造奇蹟，而係日子冇咁辛苦，指標向好方向慢慢行。最可怕嘅不是你食一碗飯，而是你以為健康只可以靠苦營。好多人受夠咗唔准食呢樣，唔准食嗰樣嘅說話，最後一聽到飲食建議就反感。其實真正有用嘅生活智慧未必要苦。你去菜市場買一條鯽魚、一嚿豆腐、一把菜、一小袋米，已經可以砌出一餐相當完整嘅飯。最貴嘅唔係材料，係分寸。已經講節唔係叫人縮埋一個，日日食到好似受罰。節係有節奏、有邊界，粥有節先至撐得起，河有岸先至唔會周圍餡爛，人食有道先至食得長久。福8分目呢4個字老土嘅很，但比起網上9成，神奇飲食法可靠。你唔使計到每一粒米都驚，只要食到仲想再食2啖嗰陣，停一停，飲啖湯，等個腦收到信號。不過要講清楚，湯都係學問。好多人以為有湯就健康，於是將午餐肉、火腿、濃湯寶重鹹湯底煲到香噴噴。香係香，口渴都真係口渴。湯最好清一點，冬瓜、番茄、紫菜、白菜、菇類配豆腐或者瘦肉，唔使一大籮啤油浮面。你以為佢喺關心你，其實有啲濃味醬汁，只係想你扒多2碗飯，叉燒汁、咖喱汁、甜酸汁、肥汁，落少少係風味，淋到成碟飯游水，就由配角變成主角。仲有一樣係香港人尤其容易中招，食得太快。茶餐廳12點半，人人趕時間，匙羹同碟邊打交，口味吞完下，一啖已經入腸。你個胃未有機會同個腦講夠啦，飯已經落咗半碗。快食唔只係斯文問題，係你失去咗感受飽足嘅機會。食慢唔代表要扮貴族，一啖飯咬幾百下，食到凍晒又何苦？你只要做到2件事，每食幾啖放低筷子一次，唔好一邊食一邊睇啲令人嬲到彈起嘅短片。情緒一急，口就更急，口急個肚就跟住受罪。你知道這種人在命理上叫乜嘢嗎？叫口快過身體。明明身體只係想你慢少少，你就用趕火車嘅速度將飯塞落去。問題是他嘅報應要等，你嘅損失是立刻嘅。飽滯係即刻，口渴係即刻，飯後眼瞓係即刻，心情煩躁都可能係即刻。好多家庭嘅爭拗未必係咩大道理，只係一個人餓得太耐，食得太急，食完太攰。剛好有人講錯一句說話，有人問冷飯係咪一定好過熱飯？又有人話隔夜飯有抗性澱粉，食咗就唔怕血糖。呢類說話最容易由半句真理變成一場迷信。飯放涼之後，入面一部分澱粉，焗可確實會有改變，消化速度可能同剛煮好時有分別，但唔代表你可以捧住一大盤炒飯，話自己食緊健康學問。炒飯吸咗油，份量又大，仲有午餐肉周長、甜豉油，個故事已經唔係冷飯咁簡單。真正值得記住嘅唔係冷飯神功，而係唔好將任何一樣食物神化。你屋企有新鮮熱飯就食熱飯，想留飯第二日食，妥善冷藏，鐵底翻熱，唔好放喺室溫成日。更重要係份量配搭，
速度同活動。健康唔係一條秘方，係一串細小選擇，日日做先至有味道。最麻煩嘅是什麼？有啲人一聽到要控制飯量，就索性用水果頂飯。水果當然可以食，但一大盤水果幾杯果汁唔等於一頓平衡嘅飯。果汁尤其唔好當水飲，原本要慢慢咬嘅水果一攪碎一啖吞身體，根本冇時間同你商量。又有啲人話食粥清淡，於是早餐一大碗白粥配油條腐乳炒麵，清淡兩個字俾佢哋玩到冇晒意思。想食粥唔係唔得，粥煮得稀，入口快，通常更容易一碗接一碗，所以你更加要有配菜，加隻蛋，加啲魚肉，加豆腐，加一碟菜。粥嘅份量唔好用湯碗裝到滿神，食完唔好立刻躺低。呢啲都唔係貴人先做到，係普通人肯唔肯對自己好少少。有糖尿並正食緊降糖藥，或者有死用胰島素嘅朋友，呢句要聽清楚，唔好自己突然大幅戒主食，又突然加大運動量，更加唔好見到網上片就自行改藥。每個人嘅身體、藥物同覆診目標唔同，食飯安排有大改動，最好同醫生、護士或者註冊營養師講一講。呢個唔係嚇你，係尊重你副身體。生活習慣可以調整，藥物唔好亂玩，但對大部分嚟講，今晚已經可以做3件事，簡單到唔使寫低。第一，換晒1號飯碗，唔使買什麼高科技碗，屋企櫃桶最細嗰隻，洗乾淨就得。你碗細咗，眼睛見到嘅份量有邊界，手就冇咁容易失控。唔好一開始減到得2啖，咁只會逼自己反彈。由平時8、9分滿大碗變成細碗7、8分滿，已經係一個好開始。第二，第一口先食菜，之後食蛋白質，最後先食飯。菜可以係雀菜、炒菜、少油、瓜菜、菇類；蛋白質可以係魚蛋、雞、瘦肉、豆腐、豆類。唔使將食飯搞到考試咁偶爾，一啖飯一啖餸，當然無罪。你只係唔好空肚，第一時間就扒飯，先讓菜和肉燉一燉，再讓白飯慢慢進場。好似請客食飯，主人未到齊，你唔好一坐低就將成盤燒肉掃光，失禮又唔好睇。第三，飯後慢行10分鐘到20分鐘。唔使着運動衫，唔使跑到氣喘，更加唔使同隔離屋鬥快。洗完碗落樓行個圈，去信箱睇下，去公園繞一繞，或者喺屋企走動、斟衫抹台。總之唔好食完就供喺梳化。你雙腳喐一喐，肌肉就好似多開咗幾道門，幫手處理餐後嘅能量。呢個道理好平凡。正因為平凡先至做得耐。有人嫌10分鐘太少，覺得做就要做半個鐘、1個鐘，唔好又跌返極端嗰個坑。對一個平時飯後只係坐住嘅人，10分鐘已經係由0到1。今日10分鐘，明日12分鐘，身體自然會記得。最怕你第一日行到膝頭痛，第二日就話運動害人。做事要有餘地，食飯都一樣。你可以即刻做個小驗證。今個星期揀2餐平日飯，1餐照舊，餓住肚，急急食，食完坐低。另一餐就用我講嘅方法，細碗先菜後肉再飯，食慢少少，飯後行10分鐘。唔使你即刻變專家，你只要留意自己飯後2、3個鐘嘅精神口渴、偏和感，想唔想食甜嘢，夜晚瞓得安唔安。已經有家用血糖機，又獲醫護建議監測嘅朋友，可以按平時方式記錄，帶住數字去覆診傾，
冇嘅朋友亦唔使為咗追數字搞到神經緊張。身體感受係第一份報告。日本人日日食白飯，點解好多人嘅血糖反而冇我哋想象中咁亂？你以為答案係佢哋食嘅米特別神奇？唔係。人過50、60、70，食一餐好飯本來就係福氣。米香魚鮮菜甜，一家人坐埋講幾句廢話，呢啲係養人嘅。當然唔可以放縱到日日大魚大肉，半夜甜品，但更加唔應該將自己活成一張禁忌清單。我見過太多人年輕時為咗揾食唔識食，老咗有時間食又俾孔慈嚇到唔敢食。其實人生唔係咁計，食得好唔係食得貴，控制得好唔係控制到苦。真正叻嘅人知道幾時食，食幾多，食完點樣喐，亦知道偶爾同孫仔食半件蛋糕，唔使當自己犯咗天條。平日有分寸，偶爾有情味，條路先行得長。記住，白飯本身唔會走去害你，害人嘅係冇分量、冇配搭、冇節奏，仲有一道子對食物嘅恐懼。你唔需要同一碗飯打仗，你要學識同佢相處。碗細少少，第一口菜飯後行一段路。3件事，冇神秘，冇昂貴，冇人可以代你做，但你今晚就做得到。睇到呢度嘅人，我知道你唔係想求什麼奇蹟，你只係想自己行得穩，睇得清，食得香。唔好太早要仔女擔心，亦唔想喺每一餐飯前都打仗。呢種唔係自私，係清醒，唔係怕老，係珍惜自己仲可以好好生活嘅日子。最開始我講日本人日日食白飯，血糖點解可以較穩？到最後你會發現答案根本唔喺日本，亦唔喺某一種米。答案喺你今晚坐低食飯嗰10幾分鐘，喺你食完肯唔肯起身行嗰10幾分鐘。長壽唔係靠把飯戒掉，而係靠識食，將一碗飯食得有節有道，有滋味。我想請你再做一件事，喺下面評論區打一句：我今晚開始食得有節有道。你唔好覺得呢句話冇用，當你親手打出嚟，你心入面嗰個念頭就會更加實在。天地聽得見，你自己嘅身體都聽得見。你講得越多，信念就越強，信念越強，行動就越穩。好多嘢唔係做唔到，係你從來冇對自己講過嗰句我做得到。最可怕嘅不是指標有起伏，而係你因為怕起伏，就將生活所有樂趣都封死。好嘅念頭講出嚟，好嘅運氣就會跟住你。你今日肯為自己嘅健康行出第一步，呢個本身就係最大嘅好運。願你今晚嗰碗飯食得安心，願你屋企餐台日日都有熱氣，亦都有笑聲。願你後半生食得有味，行得穩陣，身邊嘅人都健健康康，順風順水。由呢一餐開始，最關鍵嘅往往唔係碗入面嗰啲飯，而係你點樣食，食幾多，食之前個肚有乜嘢，食完之後個人攤喺邊度。千祈唔好小看呢件事。好多人一聽到血糖2個字，第一時間就判白飯死刑，好似見到仇人咁。飯唔敢食，粥唔敢飲，連一口雲吞麵都覺得有罪。結果呢，日頭冇精神，行2步就腳軟，夜晚餓到瞓唔着，望住屋企人食飯就心煩。人一煩，講說話就尖，講說話尖，兩公婆又拗撬，仔女勸你食少啲，你又覺得佢嫌你麻煩。最後忍咗幾日，半夜偷偷開餅乾桶，食麵包，食甜嘢，食完又內疚，第二朝再發誓戒得更狠。
由一碗飯開始，搞到個人冇力氣，屋企冇好氣，腦袋冇主意，仲可能花好多冤枉錢買一堆你都叫唔出名嘅粉茶丸代餐。最可怕嘅不是食咗一碗白飯，而係你俾孔迷牽住個鼻走，最後連正常食飯嘅本事都忘記咗。如果你係第一次睇到我嘅頻道順風順水，我同你講，你今日碰到呢條片唔係偶然，係緣分。YouTube 嘅算法將呢條片推俾你，係因為你嘅磁場啱啱需要聽到呢番說話。你而家唔訂閱呢條片，好快就會沉落去，下次你想揾都揾唔返。但你一撳咗訂閱，算法就會記住你，以後每一條關於家運、因果、命理嘅片都會第一時間推俾你。呢個唔係我求你，係你幫自己開一道門，撳一下訂閱，再撳埋個鈴鐺，當係幫自己嘅後半生買一份保險，唔使錢嗰種。今日我就同你拆開3種最常見亦都最害人嘅食飯誤會。你屋企可能有一個人日日中其中一樣，又或者講緊嘅正係你自己。第一，將白飯當毒藥死戒；第二，明明食得唔多，但一餐嘅次序速度同配菜亂晒；第三，食完飯即刻坐低，任由血糖喺身體入面開巡遊。你亦可以打接好運3個字，將呢份對健康嘅祝福由你自己開始傳俾你屋企人，傳俾你身邊嘅朋友。